大家好，我係陳子謙律師。今日係2026年4月22號星期三。今日我繼續同大家跟進美伊戰爭。不出所料啊，特朗普喺最後1分鐘又 tackle 又 chicken out， 竟然啊喺4月22號晚凌晨北京時間呢宣布呢係要永久暫停呢個戰爭，直到係達成協議。咁話嗱，佢呢口口聲聲呢就係因為話伊朗高層呢已經嚴重分裂，好快就可以達成一個偉大嘅協議。但係呢，我覺得呢係佢自己有問題，係特朗普自己精神分裂啫。咁我會同大家講下點解會有呢個睇法，同埋分析一下美國點樣繼續衰敗落去嘅。根據停火嘅聲明呢，伊朗國家電視台表示啊，伊朗已經成為咗戰場嘅勝利者，控制咗牢牢控制住霍爾木茲海峽呢樣嘢呢，係令到伊朗攞到極為寶貴嘅籌碼嘅，冇錯啦，佢係絕對揸住咗全世界嘅石油輸送嘅咽喉。咁所以呢，佢亦都同意係暫停，無了期暫停呢個戰爭先，直到傾得掂為止咁樣。更加呢，伊朗嘅通訊社報道呢，伊朗其實喺當晚啊已經拒絕出席22號喺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所舉行嘅第2輪會談㗎啦。伊方表示呢，美國啊係正係阻撓達成任何實質嘅協議，根本呢參與呢個會談呢係浪費時間咁樣。咁啊當然啦，我覺得呢伊朗覺得好啱嘅，我完全就係話，喂，我唔驚你嚇，你如果冇實質嘢傾呢，就唔好傾啦。我哋絕對係支持伊朗嘅喺呢方面。另外呢，特朗普呢亦都單方面呢係宣布咗延長停火，係無了期啊，冇話幾耐啊。本身呢，特朗普啊之前啊係接受新聞報導嘅時候呢，新聞訪問嘅時候呢，就話呢，本身佢又會炸伊朗嘅，佢就話一停火一結束呢，我就即刻會不斷轟炸伊朗噶啦，咁啊炸到佢又係發翻咩石器時代。點知又 tackle 到 last minute 又話停火啦咁樣，咁好明顯呢，而家呢，特朗普講嘅嘢呢係冇人信噶啦，好明顯呢係一個實實在在嘅狼來了故事啊！大家覺得我講得啱唔啱呢？咁跟住呢，關於今次嘅事件點解會係咁嘅呢？本身呢，其實呢，特朗普就話啦，曼斯呢係唔會去參加第二輪談判嘅。後尾呢又話曼斯會去，咁就已經跳來跳去噶啦。跟住又話，嗰陣時佢又話好快可以達成到協議，咁點知又達成唔到啦。跟住又話延期啦，跟住呢，伊朗就話大勝啦，因為揸住霍爾木茲海峽。咁好明顯呢，其實呢，特朗普都心裏面知道，喂，人哋真係啲籌碼強過自己喎，咁樣。咁下一個問題就問啦，點解伊朗會有咁強嘅底氣呢？咁樣可能就係因為之前嗰一段時間嘅血戰令到伊朗呢係慢慢有信心啦，覺得喂，我都講過啦，你點打伊朗我都係硬骨頭，打不死嘅，你都打唔贏我啊！你美國都乜嘢法寶都出晒啦，殺晒我啲領袖係嘛，都唔得。反而呢，就俾伊朗有機可乘，就揾到原來你美國真係得個大字嘅啫，但係大而無當，根本呢，你就有軟肋俾我揸住咁樣。主要就係因為呢，根據一份美軍嘅情報部門嘅報告呢，其實呢，伊朗直到目前為止呢，仲係保留住大約7成嘅導彈庫存同埋6成嘅發射車嘅。咁即係話呢，就算美國話不斷轟炸，炸到伊朗翻石器時代都好咧，毀滅成個波斯文明都好咧，根本都係講住伊朗仲係保存咗佢大概2/3嘅實力。咁所以話之前你都知啦，美國嘅飛機都俾伊朗擊落咗，咁即係話美國根本就高估咗自己嘅戰爭力量，
高估咗自己嘅實力，諗住咧已經可以攞制空權，就完全攞唔到嘅咁樣。跟住嚟講咧，其實咧背後啊，除咗伊朗之外，仲有當然係有中國同俄羅斯啦，係咪？首先啦，咁中國同俄羅斯當然係冇直接出手幫伊朗啦，咁但係背後咧會唔會有一啲叫做物資啊俾伊朗咧，都好有可能有嘅。講真，始終因為咧大家都係叫做好好嘅邦交有一個。咁另外咧，其實亦都係話咧仲有一個事件顯示咗就係東升西降，就係話咧，因為大家都睇到啦，美國呢個霸權主義咧，就將本來都係親美嘅西方國家或者比較中立嘅國家咧，都推向我哋比較寬容、比較仁慈、比較大方，唔會無端端去搞你嘅中國，即係我哋嘅祖國咁話。咁而家亦都令到咧大家知道啦，見到喂啲能源唔得喎，唔可以靠晒石油㗎喎。講真，靠晒石油咧，突然間好似而家咁，俾伊朗揸住個霍爾木茲海峽，就完全搞唔掂喎。講真，咁係咪要諗其他嘅手段呢？咁變咗嚟講呢，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我哋祖國呢一路都係發展新能源嘅有，咁當然越嚟越成熟啦。大家知道我哋嘅電車都做得好出色啦，好多歐美國家其實都大量輸入㗎啦咁樣。咁其實我哋祖國嘅新能源呢係領先人哋一籌嘅。咁而家其他國家就發覺，喂，唔可以淨係靠石油㗎喎，我哋都要諗多幾個後備方案嘅時候呢。咁講起更加國家咧，就會同我哋中國結盟，就發展新能源，就諗住咧做到一個後備方案啦。咁當然啦，新能源當然係環保好多啦，係咪？咁嚟講啦，咁今次變咗咧，美國咧就絕對係咧搬石頭係揼自己隻腳啦。特朗普咧好明顯咧就真係精神分裂啦。佢話人哋高層分裂，其實佢自己先至係精神分裂。如果各位網友認同我嘅講法，覺得特朗普而家係精神分裂嘅話呢，咁希望大家可以喺留言區打精神分裂4個字，咁我就知道大家呢係認同我嘅睇法㗎啦。咁其實呢，講真，我諗特朗普由 Taco 嚟講呢，短時間內呢，佢都冇乜招數可以出㗎啦，咁只可以用一個拖字訣。咁雖然佢就話伊朗高層都冇乜板斧㗎啦，咁其實你美國咪仲冇板斧，淨係得個講字係嘛，講完又唔做。得個有頭威就冇尾陣，咁完全呢係反映到呢特朗普之前講嘅 Art of the Deal 談判藝術呢係已經徹底玩完失敗，跟住嚟講呢，我諗佢就只可以一步步退縮嘅啫，分分鐘呢就好似之前喺伊拉克阿富汗咁呢，就無端端就話撤軍咁又唔打啦，都唔定，因為始終呢大家都知道11月嘅中期選舉呢越嚟越緊嘅時候呢，佢唔搞翻掂件事呢，肯定我諗佢呢個總統呢，跛腳鴨就做硬㗎啦。大家覺得我講啱唔啱？咁亦都係啦，希望真係會東升西降啦。呢樣嘢呢係對我哋中國絕對係好事。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呢條片係講得有道理，鬧得特朗普鬧得啱嘅話呢，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同 share 訂閱我個頻道同埋點讚我嘅影片，仲要係麻煩大家可以廣傳，咁等多啲人可以睇到特朗普嘅問題所在，同埋佢點樣精神分裂。我會定期出片同大家講國際時事、社會時事、遠程新聞、騙徒嘅最新行騙手法，同埋大家點樣可以防止被騙。最重要係用正確法律觀點同各位講出乜嘢係啱，乜嘢係錯，等大家唔會誤墮法網。多謝大家。